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呢個頻道係希望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今日係2025年10月2日，商會有介紹我去一間700人企業做員工展，但去到只有1米展位，點算？今日我分享2個空間魔法，令我喺有限位置內瞬間提升展位空間及營業額。首先要感謝會友包大哥引薦。早餐會認識嘅幾位會友，為我帶嚟近公司一半生意，印證咗識人好過識字嘅道理。第一招，空間擴充術，2塊神奇木板。我每次員工展必帶嘅法寶就係2塊4尺乘3尺木板，透過打橫打直及重搭組合，可以令1米台面展位瞬間擴充到2米7闊。以我平時用嚟做展銷嘅藤籃計，足足可以打橫放6個。記住，做銷售，貨品唔夠低頭就已經輸在起跑線，但今次都只可擴充到1.35米闊，位置唔夠用就要用第二招人流分層術，前後排分流法。當700名員工喺2個鐘內集中湧入，空間又唔夠用，我方法係前排俾客人自己試食，後排我主動招呼留住佢哋，等前排完成購買，後排上前，形成不間斷銷售流水線。經過超過100場員工展驗證，我發現展示空間大小同銷售額有直接關係。從1.35米只可容納1批客，擴展到2.25米可以容納2批客，營業額就可以翻倍。如果你都想學會呢啲臨場應變展銷技巧，或者想透過商會得到更多機會，立即掃影片2維碼，免費獲取更多教學內容。等我哋一齊善用展銷策略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